咱即时三个来共读上帝的话，咱今仔日是伫约翰福音第20章19节，咱要读到31节。约翰福音20章19节，迄日就是7日的头一日，已经暗。学生因为惊犹太人，就伫因所住的所在关门。耶稣到，徛伫中间，甲因讲：愿恁平安。已经讲即个话，就用手甲翕下互因看。学生看见主就欢喜。耶稣阁甲因讲：愿恁平安。我找恁，亲像爸有找我。已经讲即个话，就对因分开，讲：恁受圣神，恁写什么人的罪就写去，留什么人的罪就留地。有多马称作迪斯马的，是12个学生的一个。耶稣到的时，伊无三甲伫地，其余的学生就甲伊讲：原这个已经看见主啦。若是多马甲伊讲：我若无看见伊手中顶的热，无用我的指头探伊顶的热，无用我的手探伊的血液，我决断毋信。过8日，伊的学生搁再伫厝里，多马也伫遐，门已经关。耶稣到，徛伫中讲：愿恁平安。就甲多马讲：存你的指头来，看我的手；存你的手，探我的血液。无得做毋信的，就做信的。多马因讲：我的主啊，我的上帝啊！耶稣甲伊讲：你因为看见我才信，遐个无看见来信的人福气。耶稣伫学生的面前，阁有行做新约，无记伫这本册。独独记者会，互恁信耶稣基督是基督，是上帝的囝。信就伫伊的名得着我。以上愿上帝说咱所读伊的话，咱只是要请罗龙斌牧师来讲道。伊今日的讲题是愿恁平安，愿恁。雷所敬听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互咱有遮尔大的福气，伫今早起，甲全世界正教会做伙来迎主庆祝主耶稣基督的国啊！哈利路亚！主已经过啊，愿国啊主的平安、恩典丰丰富富施落伫咱中间，嘛愿上帝的荣光，这个是大大充满伫咱的中间，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你不只创造这个世界，你也创造了人类。当我们堕落、被罪捆绑的时候，神，你没有抛弃我们，你差遣耶稣基督来成为我们的救赎。前天晚上，我们一起经历了主耶稣为我们的受难。我们献上莫大的感谢，是因为主耶稣的牺牲，他受刑罚，我们得到平安；他受鞭打，我们得到医好。谢谢神！因着主你的大能，天父上帝你的大能，虽然主耶稣有经历死亡，但是今天就是在7日的第一个早晨，天父上帝你让他复活了。因着主耶稣的复活，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有一个崭新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主，你不只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因着主的复活，也让我们的信仰更加有盼望，让我们更加坚信我们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谢谢你，
我们在庆祝迎接你的复活。我们不只从有欢喜的心，我们要重新立志，我们要用我们的新生命来活出荣耀神的生命。我们要在各个角落来见证神你的恩典，求神你的灵这时候就亲自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从你的圣经里面能够来领受到神你要给我们的信息。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愿你们平安这一句话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所说的第一句话从那个时候开始，平安就成为我们常常挂在嘴上互相请安的用语。但是当你在跟你的朋友或是弟兄姐妹说平安的时候，你的内心有真正的平安吗？当我们在互相问安的时候说平安，你的内心有真正的平安吗？我有一个会友，有一次他当完招待，礼拜天的招待，他找来跟我说，牧师，我很没有平安。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就最怕看到那一个，最讨厌看到那个弟兄，他偏偏来做礼拜，我还要跟他说平安真是很痛苦不跟他说平安也不行，然后心里真是很纠杂很纠缠我希望我们不是这样的，对平安的认识不是这样今天早上希望我们一起来了解到底平安的意义是什么，平安在我们生命的重要性是什么。希望我们一起来思考平安这一个词，平安这个词在希腊语的意思是平安它叫做 eirene 希腊语叫做读作 eirene， 伊的意思是平安、和平、和睦。在希伯来语呢，伊叫做 shalom。咱早起有一个拉比在咱中间坐伫第一排shalom。你若去以色列讲 shalom， 你就会通这通关密语shalom 的意思就是平安、快乐、友好、福气、健康、兴盛的意思。所以咱看平安有真侪意思，也有真侪只无相款的意思。所以除了伫请安，除了咱请互相咧请安的用词以外，伫圣经有几个方面出现用无相款的状态来出现。但是咱来看第一个，伊咧表示和好，和平，无战争。伫路加福音第14章31节到32节我用中文来读，伊讲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来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喜的条款，其中这个和喜就是平安的意思。和喜在咱台语叫做公和公和就能够达到平安的目的，创造和平的关系。所以和平和平平安第一个意思在圣经里面互咱看到，就是讲和好无战争，这表示平安。第二出现在哥林多前书第7章15节的后半段，伊在表示什么？平安是表示和睦和睦的关系。伊讲上帝召咱原是爱咱和睦。上帝召咱所有兄弟姊妹，咱共伫一个教会咧聚会，爱咱和睦。因为这句和睦是指着人甲人的中间的关系讲的。若有和睦，就有平安，敢是安尼对吧？咱伫教会三角聚会，若和睦三角撇起，平安就伫咱的中间。毋然呢，咱甲看伫以弗所书保罗写以弗所教会的批内面第2章15节，安尼讲，伊讲耶稣基督用家己的身躯毁掉犹太人甲外邦人的冤仇，互两边伫基督的性命内面成做新人。保罗讲，安尼就成就了和睦，互无相款有冤仇的人，会当伫主内面有一个新的活命，就成就了和睦。讲这个和睦
就是平安。我想这嘛这样有意思。无相款有对着的两方面的人，会当安怎伫主内面诚做和睦，就是平安吼。因为直接要表明，就是讲耶稣基督的救赎要带来平安。第三，伊要表示讲有特殊，这是伫迄个哥林多前书14章30节所讲的，讲因为上帝毋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吼。这个安静是什么？是混乱的相反词吼，是有特殊的意思。所以当保罗咧讲这句话的时阵，是讲上帝要互人的，毋是混乱，是要有特殊。这个特殊就是平安吼。上帝要赏赐咱的就是平安。我想特别把这个平安的意思用 PowerPoint 给拍出来，意思是讲。你看有真侪无相款的意义呢？莫讲咱当时的学生对平安有真正了解无？平安有这么多不同的意义，那不要说是我们当时的信徒，主耶稣的门徒对平安这2个字有真正的了解吗？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记得主耶稣要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曾经对门徒说了2件有关平安的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哈。第一个写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好，我再念一次哈。约翰福音16章33节，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第一件哈。第二件事情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主要告诉他们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再念一次，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当主耶稣要离开世上之前，这么很重要的跟他的门徒提到了这2件有关平安的事，我们想想看，门徒听得懂吗？说你的平安胜过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平安？门徒有真的懂吗？特别当主耶稣被捕甚至受害以后，门徒们四处躲避，害怕都来不及了，心中哪有平安？当他们亲眼看到主耶稣竟然被抓走了，而且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四处躲避害怕都来不及了，心中怎么会有平安？虽然主曾经跟他们讲过说：“我的平安是胜过世界的平安，然后跟世界的一般的平安不一样。”你想在害怕当中，在四处逃难当中，他们对主耶稣所吩咐他们的，要赐给他们的平安，顶多他们只是半信半疑，似懂非懂。但是呢，当主复活以后，主3天从死亡3天以后复活以后，第一句话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我相信这一句话是很有震撼力的，因为当他们又看到又真又活的主站在他们面前，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我想他们内心的很多怎么样疑虑跟不安，所有的问题怎么样都已经得到解答。前面主耶稣讲过的2件有关平安的事情，我相信他们立刻就能够在那里顿悟，知道说：哇，主耶稣要给我们的平安真的是胜过世界的平安呢。因为主耶稣自己就胜过死亡，而且更重要的，因着主耶稣的复活，我们会看到说：哇，主耶稣的门徒对死亡和苦难的看法也完全翻转了。怎么说？
他们一定觉得苦难和死亡不再是他们的威胁，因为复活的主要跟他们同活。主复活以后，天天活在他们的内心，而且更重要的，他们相信有一天，虽然他们肉体会死亡，但是我们的上帝会像给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一样，也让他们有一天会他们必死的身体从死里再复活。这是罗马书第8章11节所讲的。所以你看看，主复活以后，让他们怎么样？后来，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主耶稣的复活，享受到主耶稣跟他们同在的平安，他们后来在面对各种不同的挑战，面对各种的破坏之下，为什么他们能够继续前仆后继的传福音？因为他们知道主耶稣所赐的平安是胜过世界的平安。在世上虽然有苦难，但是神的平安也是跟世上的平安不一样的。不要忧虑，也不要胆怯，这个真的是最大的礼物哈。咱拄则讲平安有真侪意义哈。莫讲是咱，包括主的学生，我想因都无了解无拄有法度真了解，因为对主耶稣受了后，甚至顶是个了后，因都四季拢伫遐躲闪，因惊都袂赴哪有讲到底心内哪有平安？总是当主耶稣过活了后，因亲目看到过活主亲嘴讲愿恁平安的时阵，我想迄个时阵，你的心一定拢开去。早前所有惊吓、所有的怀疑、所有的无了解，伫迄个时阵拢马上得到解决。这是愿恁平安，主愿的平安上大祝福但是唔难呢，因为主的过活，互人看到讲哇，互改变因的想法。伫世间所有的苦难、死亡，无搁成做因的威胁，因为主要甲因三甲地地。过活主要甲因三甲地地，唔难呢，有一天准讲因的肉体会毁坏、会过身、会受死，但是上帝要亲像互主耶稣对死过活同款，嘛互因会当安怎搁对死过活。所以咱会当看到讲是安怎，这学生受尽足侪苦难最近这个Netflix 内面真侪这有关受难电影，还是讲保罗还是各个姊妹咱有看 Netflix 真侪关系宗教的电影你会当去看到，就是讲，你看学生伫迄个中间受到偌侪艰苦迫害，甚至伫罗马时代，互人做蜡烛点伫遐，绑伫这个水架顶还是讲绑伫迄个叉裤顶面，甲当作蜡烛甲烧的时阵，你看偌可怜。但是有一个真出名的这个使徒，伊讲安怎？伊火咧甲伊烧的时阵，伊讲你有法度摕去我的身躯，但是安怎？你无法度夺走我的灵魂。哇！我看到迄个场面拢足感动我感觉讲咱足福气，咱生伫这个时代。你甲想，若是伫迄个时代，遮尔受大迫害，因竟然会当讲从容就义因会当讲你会当夺去我的身躯，无法度夺去我的灵魂。想到因哪有这款遮尔坚强的意志，因为因亲身看过国外主因知影主国外这国外主的平安是真正甲因三甲地地，所以因就开来继续伫遐面对各种的迫害，伫遐来宣扬福音。不过今仔日咱的圣经，咱就注意看，主耶稣拢总讲过几摆愿恁平安。主耶稣讲几摆，讲了几次愿你们平安，总共讲了3次第一次在19节，第二次在21节，第三次在26节。
为什么愿你们平安要讲3次？好像在问彼得说：“你有爱我吗？”问3次，3次才是标准答案吗？不是的哈，3次其实有不同的意义哈。第一次是在安慰并解除他们的疑虑了哈。你看看哈，当主耶稣还没有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门徒在聚会是把门都关得紧紧的，他们很害怕，怕等下官兵来要来抓他们哈。但是当复活的主突然出现在他们当中的时候，我想他们一定怎么样？一定是欣喜若狂。但是呢，欣喜了以后，应该是很快就冷静下来。到底这个是人还是鬼？怎么突然一下子就出现在我们当中哈？但是主怎么样？主说：“愿你们平安。”马上把他的手跟肋旁指给他们看。圣经告诉我们说，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就得安慰了。原来是很害怕的啊。那突然出现的这个人是谁啊？但是主说：“你来看看我的手，我的肋旁，让你看。”他们的疑惑就不见了，他们就喜乐了，他们就得安慰了哈。不止这样有一个人叫多马，我们都知道，他在这一次的聚会没跟上在下一次，主耶稣也是照常的让他来摸他的钉痕让他亲自来看到来接触复活的主，所以在多马在主耶稣面前，他就战战兢兢的说：“我的主，我的上帝所以主耶稣复活以后，跟门徒第一次说：“愿你们平安”，目的是要怎么样？解除门徒们的疑虑跟他们的不安。那从这里，我希望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信主那么久，你有全然相信你所信的神吗？我们有全然相信你所信的神吗？有全然相信神所说的话吗？还是说，我理智能够接受的我就信那想不通的就不信那合乎我的要求的我就信不合乎我的期待的我就不信。我们的信仰是这样吗？我希望复活的主带来的平安，能够第一个解除我们内心所有的疑虑。我们的主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胜过死亡的神我们要全然的相信他第二个愿你们平安是在21节跟23节所讲的，说主耶稣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以后，他接着怎么讲？他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换句话说，主耶稣不是只有怎么样解除他们的疑虑，安慰他们的心，而且主耶稣付给他们任务，要去为怎么样为复活的主去做见证。我们听到这样的话，你有没有想过说，好像有一个类似的一个吩咐，一个命令，我们很熟，有没有？有没有人想到，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的地方，主耶稣要升天、要离世之前，交代门徒的大使命是什么？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上的末了。你会发现说，圣经真的很有一贯性不是断章取义。你看主耶稣要离开世界之前，给门徒的使命就是说，你们要去普天下为我做见证。主耶稣复活了以后，解除了这些人的疑虑之后，跟着还是说，你们要去怎么样为复活的主做见证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跟随主要走信仰的路，也一定要去再一次思考的。
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自私的，说哦，复活的主给我们平安，好棒，我们每天都平安，感谢主，都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但是呢，你在享受主的平安，紧接着你要做的，你的任务就是要怎么样？要去为主复活的主，你要去为复活的主做见证。我不晓得我们当中你信主这么久了，你有没有跟人家传过福音？感谢神，应该有很多人有，但是我想我们长老会的信徒都很客气但是我要提醒各位，真的，你要记住一句话：你不传福音的话，你有责任；你如果传了，别人不信，是别人的责任。有一天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问你说：“哦，你好朋友跟你这么好，他怎么都不知道你是基督徒？”那时候我想我们就无话可说所以我们一定享受神的平安之余，我们一定要把怎么样？我们一定要去好好的见证，为复活的主做见证。然后你看看，你做主的工，主会让你做白工吗？会差你去当炮灰吗？不会的。你如果读今天的经文，你继续读，你会很感动，因为主耶稣不只赋予他们任务，他说同时对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个意思是什么？就好像以前上帝在差遣摩西要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上帝给摩西最大的保证是什么？我必与你同在。有一天你要回来，回到西乃山来这里做见证。真的，摩西回去了，上帝都与他们同在啊。那今天复活的主说，跟门徒说，你们要去宣扬福音，要去为我复活的主做见证。他说你们受圣灵，就是说圣灵也天天与你们同在。我想这是后来他们能够勇敢去做见证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主耶稣这样的祝福有没有实现？有啊，隔了不久五旬节的时候，你看看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不只是内显，外显也都有，让他们知道说哇，圣灵同在，而且外在你看，让你能够讲方言，讲各种不同国度的语言，让那么多人，特别彼得站起来讲到一天怎么样，3000个人信主，哇，我想怎么样，这应该是很大的鼓励。今天借着复活节，我要鼓励各位。传福音最大的喜乐是什么？当你看到一个人从不信到信，他整个生命都改变了，那种喜乐是用钱买不到的。那你不要害怕，你说我都不会讲道啊，我不会怎样。我告诉你，只要你有心给神用，神就怎么样？神就必好好用你，会装备你，圣灵与你同在。我讲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个很特别，我牧会的一个经验我在三重牧会的时候，有一个妇人，后来我知道她是被先生抛弃的妇人，她常常来参加祷告会，但是礼拜天都没有来越来越熟之后，我就问她说：某某姐妹，你怎么礼拜天都不来做礼拜？她说：我是在市场卖鸡的，你菜市还在卖鸡，一共星期天生意最好怎么可以去做礼拜嘛？我那时候很年轻，我感谢神，我不晓得应该是神的启示，我就跟他讲说，你就试试看吧，上帝是要让人家来亲近他的神，你先4个礼拜里面，你先1个礼拜不要做生意，看看你赚的钱有没有比较少。试个1-2个月试试看，你知道吗？他试了2个月以后说，牧师没有比较少呢，所以他就变成2个礼拜休息，到最后怎么样？每个礼拜都休息，每个礼拜天都休息，不止礼拜天休息，到最后呢，连礼拜一也休息。他礼拜一做什么事情？他去马偕医院做义工，
他去急诊室唱歌给那些在急诊室的病患听。有一次我听到他在急诊室里面为那些人唱歌祷告，我听到他唱歌，我就赶快跑走了。为什么？他到走音啊，唱的真的是有过抱歉哦，走音啊。还好那些人没有信上帝，他们也听不懂啊。如果我们都是像诗班的，一听就哇，你怎么这样唱？但是我告诉你，很多人喜欢他祷告。我就觉得说哇，你只要给神用，神就用你。唱得难听啊，唱得难听，但是很多人。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要讲说，享受平安，绝对不是说，神要给你私自去享受，你要怎么样？你要愿意来领受神给我们的任务。好，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工，只要你愿意做。主耶稣说：“你们领受圣灵，圣灵跟你们同在啊！你不是你自己在做。”今天早上还有我们教会一个执事跟我说：“牧师，我某某时候要上台，要第一次是我好紧张。”我说：“我跟你说，我牧师，我每次上台之前我很紧张，我今天早上也睡不太早啊。”哦，我说这是应该基本的态度啊，但是你要记住啊，不是你自己在做，是上帝。哦，我们如果你越谦卑，你倒空，神就越有力量。今天我跟各位分享，其实有一些不是我原来预备的，很有趣，因为神自己会充满你。那这个只有你在服事当中，你才能够去领会的。你如果都不服事、不领受任务，你大概没有办法去领受说，神到底怎么跟我在同工？神是这么奇妙的神，所以我们一定要像门徒一样，愿意领受任务。那么第三个，愿你们平安。我觉得对我最大的激励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再一次眺望门徒的热心。这个不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的，是吗？是在以马忤斯的路上，那两个门徒的身上可以看到的。你如果去读路加福音24章，你会看到说，当主耶稣复活以后，已经有人说，主耶稣复活了，但是有两个门徒走在路上呢，他们就是很失望啊，因为可能离得很远啊，因为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大概有10公里吧，那他们就很失望。但是当复活的主一接近他们的悲伤就怎么样，就不见了。圣经说他们就火热了。你看他们怎么说？他们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吗？那他们火热以后做什么事情？他们连夜就赶回耶路撒冷。他们是晚上跟耶稣坐席以后认出耶稣，然后他们就赶回耶路撒冷，跟那些门徒说主复活了。哇！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今天在庆祝复活节我们要领受的。你的心里有火热吗？我们的主是又真又活的主，你心里有火热吗？还是只是我们就是一天过一天？我希望我们今天不是只有在庆祝复活节，而是要有心里火热，因为透过主耶稣的复活，透过他给我们的平安，我们要认识主给我们的平安真的是跟一般世上的平安不一样。主耶稣给我们的平安不是嘴巴说讲，嘴唇不要讲的啊，愿您平安。我们常常请安也是这样，但是主耶稣说愿你们平安，是他愿意每天活在我们的内心，他要跟我们同活，要一起活的。只要你接纳他，怎么样？主耶稣就能够跟我们同活，让我们不论面对顺境或逆境，因着他的同在，我们就能够怎么样？我们就能够去克服、去面对。
而且更重要的，如果这个复活的主天天跟你在一起的话，你的内心就怎么样？你一定是火热的。你摸到这个又真又火的主，你是火热的，因为我们的神是胜过死亡的神嘛，胜过世界的神，是又真又火的神。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内心火热，用我们的生命四处去为主做见证。我希望我们庆祝复活节不是只有一天，而是我们立志说，我们每天我们要在生活中勇敢的向人见证主已经复活，让更多的亲朋好友、我们四周围、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都能够跟我们一起来享受什么？享受复活的主所要带给我们的愿你们平安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您，我们真是何等有福气，因为我们有机会蒙救赎，又有机会体验复活的主是这么又真又活的，就在我们当中。好比就如同当时你这么清楚的、这么真实的站在门徒的面前，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主啊，今天我们在庆祝迎接你的复活，求你将你的平安就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让我们知道我们走天路不是孤单的，我们走天路是有依靠的，也是有方向的，也是有任务的。求你让我们时时有一颗火热的心，知道跟人家见证主你的复活，让更多人都能够归向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